各位榮恩同學，大家好，你哋知唔知我係邊個啊？我就係榮恩 AI 風紀啦。今日同大家第一次見面，想介紹下一個節日俾大家，就係勞動節啦。勞動節嘅意思係指每個人為家、學校同社會做事情，無論係家長返工、老師教書，定係工人建造房屋，甚至係我哋整理房間、打掃，就叫勞動。以下播放嘅影片將會介紹呢個節日嘅背後意義，請同學細心欣賞。五一勞動節喺香港、內地以至多個國家都係法定假期。你知唔知勞動節嘅起源呢？1886年5月1號，美國芝加哥等城市嘅幾十萬人罷工，並舉行咗大規模嘅遊行示威，以爭取8小時工作制，最終流血收場。1889年，世界工人運動組織社會主義國際宣布5月1號為國際勞動節，紀念呢次工人運動。從此喺每年嘅呢一日慶祝勞動階級對社會同經濟所做嘅貢獻。1920年，中國工人第一次走上街頭，大規模紀念五一勞動節。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將5月1號定為法定嘅勞動節，全體公民放假一日。相信大家都聽過內地嘅五一黃金週。1999年，亞洲金融風暴後，為咗振興經濟、促進國內旅遊消費，內地宣布喺國慶、春節同勞動節實行黃金週制度，以調休形式拼接成每年3個連續7日嘅長假。勞動節假期由1日增至3日。五一黃金週實施8年後取消，以短假期取代。打工仔五一有假放當然開心，更希望有更理想嘅工作時間同薪酬待遇。內地有法律規定標準工時，1994年出台嘅勞動法規定，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唔超過8小時，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唔超過44小時嘅工作制度。1995年5月1號，內地開始實行1週雙休制，即係5天工作制，每週休息2日。雙休制被視為國家一項重要嘅勞工福利改革。勞動法亦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。內地所有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人民政府都正式頒布實施咗當地嘅最低工資標準，每2年至少調整一次。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、生活標準都有差異，各地最低工資不一。工資比較高嘅省市有上海、深圳、北京、廣東、江蘇等等。比較後生嘅香港人未必知道，香港喺殖民時期勞動節並非法定假日，直至回歸後先被特區政府定為法定假期，自1999年5月1號起生效。2011年5月1號，本港最低工資條例正式實施，首個法定最低工資金額定於時薪28蚊，隨後多次調整金額。